为就是从那个太子殿这条路有没有一直往下走到路里面就是大龙区，上面有放那个红色的那个布条。是啊。是啊。对，可以找朋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。如果说是住在社区里面的哈，那个像现在念高一的小朋友，他应该有印象，因为那一套课程，在这里有上过。对，因为那一套应该是我来之前就执行过的，而且我来之前是执行过，已经应该是有停一段时间。是。那所以应该是哪些小朋友从他那边来问，他可能会提供，就是这张可以让他去回忆一下。是。那可是里面提到的辅托应该就是已经换成那个已经那个拆掉了。新家有了，对，林家就没有了。对。是。没有写到林家，是张家。张家那应该是。是吼。红茶。哇，谢谢校长，是泡茶高手。哎呀，真正要做校长，哎，捌遮济啊，佫会晓泡茶。做校长我感觉是问题真感恩啊，谢谢。这是做什么用的？这个不知道。在幼稚班有个小朋友会拿老师的东西，那老师就跟他讲说如果他那个你再不乖，要请他来这样吃。我就必须要排一排东西来跟他教他说为什么不能拿东西，你喜欢哪一个？他因为他喜欢。对。然后你想不想要想，可是是不是你的不是？那你要的话，你要先怎么样？你要先问人家。就询问他你要哪一个，什么他要，那你要怎么做？校长就可以给我嘛。哎呀，这很好的教育。我怎么？对。幼稚班老师派这看回来，我说我想帮我妈要怎么样？要怎么办？对啊。哎呀。直接跟他讲，他们小孩听不懂。听不懂。对，哎呀，真的好。老师要不要从正面拍？这个是我自己做的。你会做那个哦？手工料具啊，我们会木。那校长也会做那个啊？